咱着耶和华唱歌，求咱的石盘做欢喜的声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做欢喜的声，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第207首，圣诗204首，我真爱讲这故事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天顶奥妙的代，论主极大的荣光，以及伊大仁爱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因为我知事实，互我心安兼意足，赢过芳华甜蜜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就天也讲这故事，永远是新的故事，少年听我的字，请咱三甲起立转手。Yeah.
咱游园徛地用主要所甲其他的主导文来引导。主导文安尼讲，愿你的美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之城，你的历经之地，愿你实施咱的国外，下一代的国物，寻求万代下一代国外的人，独立台湾的历史，永远台湾的爱，民国万年的更重吸收，代代不息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三甲来考验文第11篇，诗篇第42篇。考验文第11篇，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。我的心最大羡慕上帝，就是我的上帝。我迷你用我的目屎准饭食。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，带伊到上帝的厝。我对念这个事，我的心啊，离啥事有准？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伊的名向我来拯救我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伫我的内面有准。你的瀑布出声就深免甲深免三叫因。总是耶和华日时要示出伊的慈爱。来求赏赐我外名上帝。你啥事袂记得我？我的对立彼此我，亲像拍碎我的骨头。我的心啊，你啥事有准？你着仰望上帝。伊是我的面的阳光。圣诗179首，恳求上帝怜悯，恳求上帝怜悯，甲我施恩赐福，显出欢喜的面，阳光普照罗布。天的保佑救世法度，天的保佑救世法度，引带万民行出道路，请来3个起立吟唱首。Oh
是请咱同心啊，跑来祈祷。全能的百倍上帝啊，感谢你，我们为着阮出世以来一直到现今的每一日，阮所承受一切稳定，你出话感谢的声，也你出无落的声。感谢你保守伫阮逐人每一天的生命中间，你的圣灵拢和阮三个做伙，时时帮助扶持阮。在今仔日来休日，阮搁一届来到着你的圣殿，我们伫遮来接受你对阮的安慰。阮伫遮也要来敬拜你，恳求你伫即时圣灵三个和阮做伙，也互阮伫即时阵，我们搁再一届得着困难，来面对着阮未来每一天的生活。我要上帝，阮也要将阮内下这中间心内软弱、身体病痛的，交托伫你的手中，因为你是阮及时的帮衬，自动要来安慰阮。恳求你用你的怜悯甲慈爱看顾伊每一个人，用你大大的权能医治阮每一个人，无论是伫阮心灵的软弱，还是肉体的艰苦。恳求圣神，你的开达拢来安慰阮，因为你是要赢过种种的病痛。也互阮每一个人心内得到永远的平安、快乐、甲身体健康。阿爸，上帝啊，阮也要拿阿米斯安尼对以色列上帝祈祷安尼来讲，全能的上帝，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恳求你大大赐福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开阔阮每一个人的心肝，开阔阮每一个人的境界。恳求你时时用你的话语来加持阮，会用你的双手来扶持阮。恳求你赏赐每一个人有智慧甲才调，总是遮一切拢是要为着你的光、你的荣耀来征战。恳求你三甲和阮同在，诚做阮绝时的帮衬，也诚做阮四围的盾牌，保守阮每一个人无入伫试探，带阮每一个人脱离灾害。恳求你三甲和阮同在，也将阮放伫你的手内。互阮会当诚做你得胜的器具，将你的疼报扬出去，互你的疼充满伫即世界。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是咱要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语，今仔日咱要看有6位的圣经节，咱要照周报典范的顺序来看。第一位，咱要先来看是新约路加福音第19章第6节。路加福音第19章第6节，就紧紧的来欢喜接纳伊，就紧紧的来欢喜接纳伊。第二位，咱要看圣经节是旧约历代志下卷第30章23节。历代志下卷第30章23节，转会议论要阁守节7日，对安尼欢喜阁守7日。第三位的圣经，咱要看新约腓立比人书第1章第3节到第4节。腓立比人书第1章第3节，我既有少年恁，就感谢我的上帝，逐摆为着恁正人祈祷的时，常常欢喜来祈祷。第四位圣经节，咱要看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17节。路加福音第10章第17节，遐个70人倒转来欢喜，讲主啊，用你的名贵也行互我。第5位圣经，咱要看旧约诗篇126篇第5节到第6节。诗篇125篇第5节，老目屎也精子的，要出欢喜的声收歌。迄个老目屎带精子出去的，的确要带伊的牛皮，欢欢喜喜倒来。上尾一位圣经，咱要看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44节。马太福音第13章44节，天国亲像宝贝放伫园里，人拄着就放目伊，
因为欢喜才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区园。上帝赏赐咱智慧，明白伊唯一的道理。只是要请圣官队带咱来学乐，圣官队学乐的是我是看主秀的清影。圣官队学乐煞，牧师今仔日所要讲到的题目是生命中的欢欢喜喜。